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家庭無論經濟環境點樣變化，都可以穩穩咁增長財富，而有啲家庭辛辛苦苦賺錢，卻成日捉襟見肘？秘密就係家庭資產嘅配置方法。美國標準普爾公司對全球10萬個財富穩健嘅家庭做過深入嘅研究，總結出佢哋嘅理財秘訣，並繪製出標準普爾家族資產嘅象限圖，亦即係傳說中嘅1、2、3、4法則。教你點樣科學咁分配家庭資產，10% 係要花嘅錢。呢筆錢用於短期3至6個月嘅生活開支，放喺活期存款、貨幣基金、短期理財等流動性高嘅管道，確保隨時可以用。20% 係保命嘅錢，用於應付突發嘅大額開支，配置社保4大種險：重疾險、醫療險、意外險同埋壽險，為家庭撐起安全傘。30% 係新錢嘅錢。呢啲錢可以承擔較高風險，博取高收益，例如係股票、基金、權益類嘅投資、不動產等。40% 係保本增值嘅錢，用於子女教育、養老等長期支出，配置國債、理財型保險、大額存款、養老年金等穩健產品，令財富穩步增值。呢個就係全球公認嘅家庭財富管理最合適嘅方式，穩健、安全、增值兼顧，令錢真正為你屋企人工作。如果你而家仲係隨意存錢或者盲目投資，記住，識得分配先係真正掌控財富嘅人生。